天这么热，还要绑这么个累赘，烦死人了。夫君轰了，这国事都有劳王叔主持，可这王位空置也不是长久之计。不知这新王继位一事何时会有着落？武王后尽可宽心，秦国国君受之天命，都会按照祖宗的规制去办。什么规制？国君薨了，若有太子，则太子继位；若无太子，则后嗣继位；若无后嗣，则……这就对了。都说王叔耿直忠厚，定会秉公办事，果然不错。魏夫人此言何意？若有太子，则太子继位；若无太子，则后嗣继位。武王有后啊，望王叔明示朝堂上下，免得一个个为了争王位争得跟乌眼鸡似的。武王有后？哎呀，王叔竟然不知啊！姨儿她有喜了，武王后有了身孕，也就是说武王他有了后人。那你说这继位之事，这是何时的事情？昨日太医刚刚诊出胎脉，说已经快3个月了。虽不知是男女，但能为夫君留下血脉，自然是欣慰之事。楚离子，那这秦国的国君，既然武王后有了身孕，这继位之事，自当慎重而为。有劳楚离子。老臣告退了。魏仪有了身孕，武王后有了身孕，这立新君一事不得不缓上一缓了。为何要缓？这有了后嗣，按照规制，甘相糊涂。后嗣指的是男儿，就算武后有孕，男女未知。再说妇人产子，九死一生，其中变数极大。但王位空置，引得众公子垂涎觊觎，随时可能因互相争执而引发战乱。正是因为如此，微臣才劝会后要三思而行。诸公子得知武王猝死，个个拥兵自重，蠢蠢而动。其中实力最强者为公子华所部，还有几位公子和他结成死党。而武王后和魏夫人背靠公子华的实力，借助腹中胎儿指令天下，轻而易举便可与会后抗衡。既然公子华是根扎手的刺，为何我们不想法子拔掉它？难啊！公子华身为长子，又有军功在身，就算有的公子们心里不服，当面也要忍气吞声。哼，制服这种人，得用巧力。我听说当年齐景公手下有3壮士，力大无比，难以辖制。齐景公将2个桃子赐给3壮士，3壮士因相争而……会后堪称足智多谋。除此之外，既然眼下王位之事是重中之重，甘相就不担忧宫外面的那个东西。什么东西？甘相不会不知道先王去世之后宫中的谣言吧？会后说的是先王遗诏。微臣当时也有些顾忌，不过追查了那么久，没有任何眉目，或许就是个谣言吧。可我越来越相信，那东西真的存在，还没出来，只因时机未到。会后断了嬴夫人的年俸，他竟然宁可自己开荒种菜种粮，也不肯离开北郊行宫。他死守在那里，难道就是为了守一个承诺？他是在等承诏的人出现。
那诏书才有用。这么说，要看紧尹夫人才是。老臣立刻派禁军将北郊行宫围起来，看那尹夫人还有什么手段可耍。右大人，快请。来了，夫人，宫外都被封锁起来了，你是如何进来的？那会后也不可能一手遮天，禁军中好歹有几个是我自己的人。你快坐下吧。你要是再不来，我真的要急死了。我在外面也替夫人着急，看着粗衣立食的，把你折磨成这等模样。秘书企图破我就范，我无论如何不能让他称心如意。你贵为大清公主，却受如此百般折磨，如今连走路都不灵便了。病痛只是小事，眼下大清危如累卵，险象环生，是你我该把芈月和公子季请回来的时候了。但此事干系重大，需极为谨慎。若万一走漏了风声，夫人性命堪忧啊！我活到今日，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，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，你赶快回去准备马匹行装，日服夜行，千万不能让他们盯上你啊！快走吧。夫人，走吧，快走吧。夫人保重。天这么热，还要绑这么个累赘，烦死人了。你就忍一忍吧，万一来了人看见了，我们这番筹谋不是白费了吗？忍？我怎么忍啊？这才4个月，还有半年呢。想到我就不堪重负。不堪重负的10个月，却换来终身的荣华富贵，值得。姑母，我人前还要装神弄鬼，然后你就让我松快松快吧。你这丫头这么任性，非要误了大事不可。夫人，公子来了。母亲，华儿，你还真回来了。会后召集诸公子，明日在宣誓殿上商讨新君继位之事，我岂能不来？华哥哥，听说妹妹有了身孕。身孕？喏。妹妹，你疯了！这可是欺君罔上的大罪。君在哪里？君已经死了。你就别怪他了，我们也是走投无路，才出此下策的。武王猝死，芈姝对仪儿和我马上就变了脸色。为了独揽大权，他时时都可能对我们下手。仪儿那肚子也是我们唯一的护身符。可你们骗得了一时，骗不了一世啊！等到了10个月，我们想办法从宫外抱个男婴回来，一切就可以尘埃落定了。你们打算用他来争储位？我们要用他替你换来社稷天下。华哥哥，这男婴只是一个傀儡，但他能帮我们名正言顺地得到王位。等过些时日，我们就想办法让这个孩子消失。仪儿会过继你的孩儿为4君。芈姝绝不会善罢甘休。那是自然。听说他想把公子壮那个部中用的东西扶上王位。哼，说来也奇怪，这公子壮是魏长史的独子，而魏长史是姑母的妹妹。按理说，他应该跟我们魏家一条心呢。唉，公子壮自小被惠后抚养，已经被调教的只会看惠后的眼色行事了。可我听说，惠后这几日跟公子辉走得很近。
真有此事？公子辉自被封为蜀侯后，一心做大，野心勃勃，连我都不放在眼里。这公子辉性情狷狂，目空一切，他也能听惠后的摆布。是啊，就算惠后跟他有交易，立他为国君，结果最后落得两手空空，图的是什么呀？想也没有用。明日宣誓殿上，什么都清楚了。请公子谢剑。本公子只有在面见君王时才谢剑，眼下君王何在？滚开！